如果你嘅雙生火焰突然之間揾返嚟，你第一時間又會有啲咩反應呢？你係會覺得開心啊、緊張啊，定係擔心自己又會跌返落去個窿裏面？其實雙生火焰突然之間揾返嚟，通常唔係純粹嘅問候，而係帶住某一種能量嘅連結。如果你仲未準備好，隨便咁樣回覆，可能會好容易令到自己又再次咁樣跌返落去嗰個情緒嘅漩渦裏面。咁喺呢個時候，首先你就要問下自己，對方今次揾你，令到你覺得係點？係期待啊，係焦慮啊，定係覺得平靜？如果你發現自己依然好容易俾佢影響到，咁樣可能呢一次聯絡係宇宙俾你嘅一場測試。你係咪真係穩定咗自己嘅能量呢？咁如果佢真係揾返你，你又應該要點做呢？首先唔好急住回應，俾自己一啲時間去沉澱，觀察自己內在嘅感受，唔好衝動咁樣去回覆。第二係保持界線。如果你已經開始自己嘅療癒，就唔好再因為對方揾你而動搖。回唔回應佢，選擇權係喺你手上面㗎。第三係以輕鬆穩定嘅心態回應，唔好俾對方嘅說話輕易咁樣影響你自己，而係睇下呢一次嘅交流又為你帶嚟咗啲乜嘢。呢一次嘅聯絡可能係一個新階段嘅開始，亦都可能只係宇宙對你嘅測試。但係無論如何，記住你先係自己嘅人生主導者。如果對方突然之間聯絡你，你會點樣回應？留言話俾我知啊！